30米長嘅絲路山水地圖咧，其實係屬於明末清初製作嘅年份嚟嘅，去記錄咗嘉峪關一直沿路咧去到而家我哋現代嘅麥加城，沿途嘅211個城市嘅一啲好抽象嘅圖形啦，同埋個名字。原來我哋中國當其時對西方世界嗰個認知咧，原來當其時明代咧已經係有一啲記載顯示到呢啲城池究竟沿路有咩國家咯。我哋咧就科學館咧特別係以展示呢一幅絲路山水地圖嘅同時，用咗好多創新嘅展示方法啦，就原幅展示咗30米長地圖嘅高清嘅畫像。我哋喺上面咧就利用一個歷史嘅文獻，加入咗好多西域嘅人物上去呢一幅嘅地圖，做咗一個多媒體嘅演示一個嘅片段俾大家去睇嘅。透過呢一個演示嘅項目咧，我哋一一呈現喺觀眾眼前嘅。咁我哋喺場區咧亦都展示咗一件嘅展品嘅模型啦。咁呢個就係叫幾里古車，其實係一個古代佢哋量度距離嘅一件工具嚟嘅。操作嘅時候咧，古人就會拖住架車行，車上面嘅人同埋鼓係關聯嘅。當佢行咗500米，大概係1里左右咧，咁佢就會敲一次鼓，咁就話翻俾當時嘅古人聽，你已經行咗500米啦。如是者呢一個咁有效嘅科學方法就可以話俾我哋聽，嗰個距離係有幾多。